喺香港，學校嘅收付款管理經常係麻煩事，會計同事都幾頭痛。而家買咗我哋 EDAC 會計系統嘅學校，聽我講，有咗呢款量身打造嘅收付款記錄系統，一切難題都迎刃而解啦。首先係靈活嘅主檔案設定，可以輕鬆管理學年、年級班別、學生、用戶等多個檔案，操作相當簡單。而且系統能夠關聯學校用緊嘅第三方收費系統，會計同事只需要匯出學生收款嘅記錄，然後匯入到我哋系統，就可以隨時掌握收款嘅最新動態，告別繁瑣嘅人手整理。就算第三方系統嘅活動過期，學生需要現金繳費，我哋系統都能夠處理以及記錄，確保每一筆款項都可以管理到。系統裡面嘅收款記錄仲可以直接傳輸到我哋嘅會計系統，生成埋傳票，大大減低咗會計同事嘅工作量，高效又準確。唔單止係咁，學校付款都同樣容易處理，好似退款、發放獎學金咁，喺我哋系統都可以清晰記錄，同樣可以直接傳輸到我哋嘅會計系統生成傳票，一站式管理。選擇收付款管理系統，為香港學校嘅收付款管理帶嚟全新變革，高效、準確又放心。